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5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讲到华航机师的疫情，搁在炭烧，今仔日阁有2名机组员确诊，拢共有6位机师染病，华航机组员也进行全面采检。下晡对流分系旺盛，气象局针对着台南、高雄、屏东山区发布大雨特报，日到进前也拢有雷公雨。行政院举行台铁重大改革报告，宣布铁道局的全面接管台铁的工程，按算3年后才会走向公司化。讲到最近这站华航机师感染事件有变济人的趋势啊，指挥中心伫今仔日阁宣布增加2个，目前国内已经有6位的华航机师，甲1位家属染病。经过调查，有4位机师是去染到英国的变种病毒。指挥中心也随启动华航机组人员采检专案，除了会检验1200多人以外，也会提供 AZ 疫苗服务。不过未强制因就要注疫苗。华航的机师去为着病毒，搁再增加2名。疫情指挥中心讲，案例1180本国籍50多岁男性，4月13到17捌空到美国，18转来台湾了后，伫厝检疫3天。2日由公司安排自费期晚采检，结果是阴性。2日因为指挥中心进行回溯采检确诊，感染源正伫调查中。案例1101是本国籍30多岁男性，4月18甲另外3名机组员斗阵伫困到德国。2日转来台湾了后，进行3天的伫厝检疫。4检疫期完了后，由公司安排采检确诊。CT 值36，那后续核酸检验是阴性，那血清抗体是阴性 ，CT 值28，住院后的采检的 CT 值变34。那血清抗体均为阴性。对上新的病毒基因序列比对结果，因看到，即摆为着病毒的华航机师内底有4个人确定为着是英国的变异株，未用排除是同一个事件，也毋过其中的关联性也伫调查。之前的布桃案加州变异株是不同的。那英国变异株跟过去我们处理过的变异株，估计传播力会增加50%，那致死率会增加60%。指挥中心讲，因应这个感染的事件，对2时开始来启动华航机组员全面采检的专案，有计采检1272人，截至2时核酸检验已经采检261人，其中1人阳性，260人阴性。血清的采检已经有200个人，其中199人阴性，也有1名检验中。这种由部立桃园病院负责有计每天采检200人，有现场协助注射疫苗，不过无强制来注射。有医师在场监看，那另外也准备急救相关的设施设备，都会完整。那希望都能够提供这样子一个比较完整的服务，那能够增加施打率。伫华航在1礼拜内就有机师来确诊，机组员每天伊原爱上飞轮机，桃园市技术工会就呼吁指挥中心甲公司应该赶紧调查感染的来源。4月15日放宽机组员检疫的天数，对3个伫厝检疫5天，采检阴性了后加强自主健康管理9天，改做伫厝检疫3天，采检阴性了后11天自主健康管理。是毋是因此考虑紧缩？但是中讲等扩大检验过一段路再来看。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早起，伫高雄市区有落一寡雨，伫咧台南的玉井早晨也落一阵，包括着闸门水库也落差不多20分钟。气象局今下晡针对着台南、高雄、屏东的山区发布大雨特报，一直到日到进前，中南部拢有机会出现雷公雨。那讲到要这消透水情的部分，可能要等候到5月中过后的黄霜雨甲风台。大雨落地线对最前紧张的南台湾民众来讲，已经是期待真久。25早起，台南山区的玉井、左镇甲南西这所在出现白色雨势，在地农民是真欢喜。偌久无落雨安尼，今仔日来吼，干那树啊吼，那几分钟啊，树啊遐就要加大几寸噻。洗甲金当当水泥。受华南风学区东移影响，25北部甲东北部出现短暂雨，中南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闸门水库接近中度时阵出现10分钟短暂强降雨，尤其到水库坝顶，真难得会使睇雨伞。出来玩就是蛮可惜下雨，但是蛮开心的，因为台南很久没有下雨。个真爽，所以无去穿雨啊。真刚要压的。为什么？有雨伞我嘛无爱穿。
高雄各地伫个透早甲中昼过后也拢落雨。气象局伫个下晡1点到4点外，针对台南、高雄、屏东3区发布大雨特报，一直到29进前，东半部甲中南部中昼过后，可能拢有局部短暂阵雨。最近这段期间，除了午后热对流造成中南部地区水情有一点点的这个注意以外呢，就是在今天以及礼拜4的锋面影响之下，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降水的入账。那提醒大家，虽然说它是有些入账哦，可是其实它是比较快速移动的锋面系统，所以这个降水的累积呢，其实数值还是有限。南水局统计，十分之号礼拜6、礼拜7降雨分别入水3.5毫米甲6.9毫米，高屏溪传流量也无明显增加，雨水大部分互地表吸收。气象局也表示，30过后气温佫开始回升，中南部水情要得到转好，要等5月中以后的黄霜雨甚至是风台。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中火力发电厂新增加2台核天然气的机组，送到这个台中市政府都审了后，不过到家已经超过1年啊，拢无消无息。台电表示讲，5月7日是通知包商开工的最后期限，虽然是无违反契约，就有也无爱赔偿的问题。不过，牵到这个开工的时间，恐惊有完不了成本增加的几率。台中市环保局也回应讲，只要台电答应甲中火这4台旧的核涂炭机组换掉，新增加这2台核天然气的，就会当随时动工。台中火力发电厂新增加2部燃气机组，开工的时程大拖延。依照合约，今年5月7日一定要通知承包商来开工。不过，台中市府都审意愿起条例，恐惊面临违约。台电解说，施工的进度并无全部来拖延，因为合约的内容也包含兴建3部机组，已经顺利来施工。即要中火2部机组无解约，就无要求赔偿的问题。也过台电烦恼，施工的时程拖延，以往有不计起价压力，建造成本恐惊增加。时间拖久了会不会衍生出来其他的问题？比方说原物料价格上涨等等不希望这个现象发生，我们希望能够准时开工。台电表示，新增加2部燃气机组，按照既定的时程，今年5月2部燃气机组都审过关，年底动工。2025年6月头1部机组完工，第2部机组会在过当年6月来完工，计划全部被拍乱。台中市环保局讲，当初环评员工就是拆除，离中火4部烧涂炭电厂，即要退场，才发到起烧天然气的工厂。我们台中市一直不反对这个燃气电厂，同时必须要把4部燃煤机组给拆除。我们的立场非常清楚，所以是经济部一直不赶快做这个决定。台中市环保局强调，用天然气解涂炭无人反对，无客观的问题。即要4部旧的烧涂炭的机组来对应，就算换2部新的烧天然气机组。也有经济部甲台电坚持供电的稳定，认为旧的4部应该转做备用保留。台电讲，烧天然气机组供电时间愈慢，空窗期就只好继续来挖靠烧涂炭的机组。若无达成减涂炭的目标，也后备转用量率无达到稳定的市场，影响是真大。记者综合报道。台铁第二站又搁发生一桩工程安全事件，台铁也是宣布讲，全国境外铁轨路的工程全部停工。早起交通部长王国材去到行政院报告台铁改革方向，也因为台铁较无工程安全的概念，日后台铁的工程全部由铁道局来管理。交通部长王国材甲即要上任的台铁局长杜眉，早起到行政院向院长苏贞昌报告台铁改革做法，提出3大方向。针对营运安全的部分，因为过去运工机电4大部门欠缺整合，要成立分区营运中心，由专人来统筹，避免各自为政。即阵是全力来改善安全，先莫讲票价起价问题，员工的福利不变，3年来企业化。而财务改革部分，苏贞昌指示台铁偏远的服务小站必须要继续营运，所以讲政府会来补贴。比较多聚焦在安全上面，因为安全无价。行政院团队为了要能够确保铁路的安全，也不计代价。另外，台铁也当面向苏贞昌报告，拜6在宜兰港务段的母塔站，外部的施工人员违规进入铁轨路，造成泰鲁阁号赶紧动车事件。台铁除了会向厂商求偿，也因为厂商违反采购法，未来列做故事往来黑名单。而行政院认为，台铁对工区安全管理是无概念，决定未来台铁各项工程拢该由铁道局来经手。现在已经昨天要求204个临轨工程全部停工，台铁的新建工程以后原则上是由铁道局来办理，
那主要是看重铁道局的工程能量是优于台铁局。那些工程呢，他们要去主导，我们工会没有意见。但是如果你影响到整个营运或者是维修保养的这些工程，你必须要符合我们铁路局的要求。王国在进前经表示，希望代替3年来企业化，现阶段是改善安全。而未来伫谈公司化进程的邀请相关的专家来讨论，一定会互员工来放心，伫福利财务无减少的情况下，进入下一阶段来转型。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碰到这50年来上界严重的苦旱，除了咱的无水通好用以外，可能也影响到地震的发生。中建院的团队发现讲，台湾西部伫当年水位较低的冬季和春天头啊，因为地面的水量减少，对极短暂的活动较有利，地震的频率也较悬。水情紧张，全台21个水库有10户下，储水量剩无到3成，也互相关单位想办法开源甲节流。啊，不过欠水不止影响产业甲民生用水者的层面，中建局团队发现陆地储水量也甲地动有关系。譬如说我夏天水多的时候，我的垂直荷重就增大，但是冬天水少的时候，垂直荷重就减少，那这个应力的波动就会诱发就是地壳下面这些地震的活动。这甲每年季节陆地储水量波动出现有相关系。也暗示伫无同款季节的水文活动变化，会影响地动活动度。这主要是甲台湾西部、甲东部的深层地动有关系，甲东部的浅层地动无直接的关联。在台湾东部有纵谷断层，纵谷断层其实它有很多的破裂，提供给雨水很好入渗到断层带的一个管道，就对入渗到断层带的时候，实际上就会诱发一些地震。经过4年时间，相关研究已经刊伫国际期刊。学者表示，未来会继续探讨极端气候对地动活动度的影响范围。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货船的船帮减少，地区邻国咧食进口牧草无都入来台湾，地区这个牧草价格也直直咧起。也因为最近咱台湾苦旱，本土的牧草也发袂出来，就业者开始烦恼讲，安尼生恐惊会欠牛草。另外，对抗牛结扎症的疫情，婚林关也开始做疫苗咯，希望第27进前会当做到高成。仓库内看到进口大草，但数量剩的无济，因为受到疫情影响，导致邻牛食进口大草数量少，价格嘛因此起价，佮加上上久无落雨，造成牧草生长速度慢，牛林道路农烦恼现况低俗，所来恐惊有欠粮危机。这1年来都没有什么下雨的情况下的话，我们的牧草园都非常缺水，草的生长速度非常慢，导致说我们现在牛只它们自己的主食都会有受到一些限制。牛林路农业者表示，近期天气愈来愈热，场内需要喷水降温，才当互牛只增加食欲。这牛林动物防疫所就表示，天气热满潭容易滋生，为了要防范牛结节症的疫情，原来已经展开拍疫苗工作。疫苗注射的这个场数已经完成的，一共有23场，那完成注射的头数有4938头，大概是整个县里面的22.3% 左右。主要的工作会在今天跟明天2天来完成到90%的这样子。防疫所表示，牛林县内总共有93场饲牛场，总共饲22000只牛，其中龄牛占16000只。龄牛饲养的规模排全国第4。目前防疫所已经启动牛结节症紧急的防疫注射工作，希望注射3天内，对咱就免疫的覆盖率提高到90%。记者为你报道。讲到印度疫情也是继续伫咧严重，因一日增加病例数又冲对世界头1名去啊，甚至是连续3天拢超过30万人确诊，真侪病院因为上诉无够，造成病人死亡。另外，伫咧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有一间专门收武汉肺炎患者的病院，所发生上诉桶爆炸，上报有27人死亡。印度的新冠疫情一直恶化，一天新增加的病例，搁再创下全球内底上悬的，达到346000例，已经连续3天超过30万。虽然政府已经赶紧来注射疫苗，确实传出有一寡注射站供应不足。另外，病院也表出欠肾素危机，不少患者因为肾素不足而过身。हमें कहते हर सिंह को हो गया 22-23 बंदे ऐसे थोड़ी मर जाएंगे इकट्ठे नहीं बताई。肾素供应的工厂外口出现真侪排队的人，最近病院也警告，肾素桶就要用完咯。
政府赶紧加派大型的汽车，甚至出动军机运送酸素到各地病院。印度总理莫迪下令即刻起免除医疗用的酸素甲相关设备的进口关税，为期3个月。另外，卫生部长也呼吁民众唔免惊吓。अभी किसी प्रकार की पैनिक सिचुएशन में थोड़ा सा भी。专家就分析，这波疫情主要是变种的病毒扩散，加上政府轻视抗疫所造成的。这阵正是印度上大的宗教盛会大乌节，不过当局并无禁止一批活动，引起互相相互感染。这阵已经有真侪国家禁止印度旅客入境。另位在中东的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一间病院，2时暗时传出火烧厝，造成至少27人死亡，46人受伤。真侪病人从紧急来撤离，有的甚至乎安置在救护车顶面。而初步检判，疑似是因为酸素桶爆炸，才引发这个火灾。公视新闻王碧文编译。东南亚国家协会日时下晡伫印尼举行特别峰会，各国的领导人和外交部长针对着缅甸的问题进行讨论。这也是缅甸政变以来军政府领导人头一届出访。伫会议顶头，当协会达成5项的共识，其中也包括着要求军方着要停止暴力，当协会派人去到缅甸协助因和平对话。缅甸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坐飞机到印尼首都雅加达挂翠安行落飞机，双手合十问候官员。其他东协国家领导人甲外长也无疫情风险亲身出席峰会，就缅甸情势做讨论。Luar daripada jangkaan kita, kita bukan kata tak confident, tapi tak jangka bahawa mesyuarat berjalan dengan baik, usul yang dikemukakan diterima, betul respon daripada Myanmar melalui Jeneral yang hadir tadi tidak menolak。2点钟的峰会，东协最后达成5点共识，要求缅甸军方马上停止暴力，寻求有利人民的和平解决之道，同时提供人道援助。东协要成立特使团，和各方和平对话，甚至要求进入缅甸。会后，印尼总统佐科威开记者会，搁一摆表达伊的立场。Perkembangan situasi di Myanmar sesuatu yang tidak dapat diterima dan tidak boleh terus berlangsung. Kekerasan harus dihentikan dan demokrasi, stabilitas, dan perdamaian di Myanmar harus segera dikembalikan. 另外，伫东协的声明当中也讲到，希望缅甸军政府应释放政治犯。缅甸军方虽然释出善意，但过无做出任何具体承诺。这是发动缅甸军事政变掌权以来，敏昂莱第一摆出国访问，但过军政府受邀请出席，因讲是变相承认政变的正当性。无得到邀请，缅甸反对派感觉是无法度接受。印尼政权团体强烈批评，甚至伫东协总部外口来抗议。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最近合欢山的火也长咧开，大概假日时啊山顶就塞车。南投警方也对暴力出动拖车等待民众，若准有人乱停的，就会把车拖走。这个民众呢，就要家己想办法落山，去到南投暴力的拖吊场，把车领倒转来。不过，有民众认为，讲安尼做是治标无治本，应该要进行总量管制才对。那讲到要开车到合欢山，不少人上头壳听的就是交通问题。不要说停车啊，光我开上去就沿路塞了。绝对是塞车，还有沿路就是违规停车的状况。透过及时影像来看，25号下晡虽然山顶落雨，不过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客甲杂通通，也有车道停伫等外或者是车道。透过另外一个角度看，武陵停车场也不满，唔通叫是伫关山车道用凊彩停。绝不允许有违规停车、妨碍通行的事情发生。路途遥远，拖吊车无法及时到场，远景开单不过只是当作缴交停车费而已，根本不痛不痒。海拔超过3000公尺的合欢山区，竟然要拖吊车，违规民众赶紧将车刷开。警方讲效果袂歹，根据南投仁爱警方统计，敢若是顶一个休困日，就140件违规案件。原来每年4到6月是关山渡关花季，就算平常时要上万人次上山，警方动用拖吊车上山，拖吊到山卡的步履，不过不少人认为治标无治本。可能拖吊车还在中途，还没到埔里呢，我们就已经发现我车被拖走了。那我该怎么办？我要等多久的时间，我才能等到我的爱车啊？一定要拖吊吗？还是平时就做好管制？拖吊也是会造成塞车啊！你上来我拖下去，你上来我拖下去，也是更浪费资源啊。
为地图来看，武陵的违规车拖到埔里保管场，一抓就超过50公里。警方甲车主拢真忝，民众讲应该总量管制将解决塞车。警方提醒确实违规车主，若真是被拖掉，除了爱交300块的保管费甲900块的罚款，去埔里的交通费用也爱家己想办法。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嘉义城隍庙边仔的东市场，对1914年开始使用，内面有真侪大头拢真有历史。嘉义保基文化教育学会配合着地方的商圈，带外国老师、家长甲囡仔做伙行入去市场内面，学课本以外生活代志。装包啊，嘛有人讲包仔囝。啊，就因为细仔粒啊，包仔囝吼。家长甲囡仔伫城隍庙定听武艺协会的小解，除了有家己城隍庙的历史教师，阁带因去当市场内底学课本以外的武艺。一个文化要流传落，其实故事是最重要的。而且衍生出来的这个故事，会互囡仔，咱包括咱家己听到了，咱的永远拢会记咧。细汉到即嘛，完全捌来过食，嘛唔知影讲有遮尔济迄个历史，尤其拄啊城隍庙遐故事，真正最精彩。为了要推广家己在地文化历史，嘉义市武艺文化教育协会配合创育单位，举办武艺的文化导览活动，除了开放予学生甲家长报名，学校外国籍的老师嘛拢有兴趣来参加。我们可以去逛逛看很好吃的菜，他们可以介绍给我们什么意思。像讲咱的城隍爷庙，咱的东市场的100年老店，咱一寡遮做遮的美食的遮的在地店家，其实拢足侪咱的在地精神。遮在地精神一定要互遮的囡仔，咱遮的保存文化的人做伙来，搁甲鼓励，做伙来甲保存。武艺协会表示，市场甲宗教是生活文化内底真重要的元素。透过遮的活动，囡仔甲家长会当做伙认捌在地历史，嘛顺续学习传统社会使用的台湾语言。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信宜幼儿文学奖是台湾唯一一个幼儿多画子的奖项，这30多年来已经出版真侪囡仔册，而且在今年，佫特别颁发一个特别贡献奖，予国家图书馆的馆长詹淑贤，感谢伊长期以来伫咧推广社会和政府资源的正确。将大象鱼啊、麒麟鹿、颔棍这动物特征比如人体器官，和可能有点仔麻烦的西城区变甲真有趣味。为河南寄来台湾的出版，将亲子互动写作故事，得到今年度信宜幼儿文学奖。比较有特点的耳朵，可能有猪耳朵、大象耳朵，然后我就说，你可以洗一下你的大象耳朵，用动物去跟小朋友做一个连接，小朋友会比较轻松，然后也会比较容易记住说，一些他当时爸爸妈妈在提的这个场景的一些事情。用幼鹿加柔和色水画出小型饼仔生活，唔免伤过济文字，就感觉温暖。伫在个班教画图张嘉玲第9摆参加比赛，今年以爸爸这作品得奖。不管遇到任何挫折，那爸爸都会跟我说再加油。其实就是这句话让我有这个感动去做这本书，珍惜它还有很多的内容，从游戏当中你会发现，其实很多都是父母在教你的一些人生的大道理。已经有30多年信宜幼儿文学奖，是台湾唯一的幼儿多画册奖项。今年收到325件作品，选出3件画图，甲2件文字创作，也去颁发特别贡献奖，予国家图书馆的馆长詹淑贤。小朋友可以透过听说读写玩，带到他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希望它变成是很重要的养分跟元素嘛。基金会表示感谢詹馆长长期推广读册，也希望未来用带各地图书馆有更多突破创新，整合社会甲政府资源，有更较好的创作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19度到28度，中部地区对21度到28度，南部地区对22度到27度，南部地区对19度到26度。咱来看外岛地区。
对17度到26度。一个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咱马仔共的时间再会。